11月29號星期六呢段片就同大家睇睇主要外匯、加密貨幣、貴金屬同埋一啲能源期貨嘅走勢。先有個免責聲明，本片內容純粹經驗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唔會構成任何買賣建議。投資者入市之前，你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美金上個禮拜係叫做調整嘅，美匯指數咧整個11月做咗一個咧好似圓底咁嘅形態。如果有機會向上突破10050嘅話咧，下一個目標咧就係102，之後咧又係繼續百零點咧區間上落。下邊支持位99穿位咧會試翻98。歐羅對美元波幅逐漸收窄到1.15到1.16之間嚟到上落，闊啲嘅範圍咧睇1.14到1.17。英鎊向上反彈，不過未到1.33已經有阻力啊，翻落嚟1.32附近嘅支持位睇1.3啦，破位嘅話要試1.27，上邊阻力1.33同埋1.36。美元對瑞郎繼續橫向上落0.79到0.81之間，闊啲嘅範圍0.7750到0.82。美元對日元高位調整，支持位而家喺156附近啦，低啲嘅支持位154，上邊阻力159同埋162。美元對加元區間上落1.39到1.41，闊啲嘅範圍1.3750到1.43。澳元對美元上落範圍0.6450去到0.66，闊啲嘅範圍0.64去到0.67。紐元對美元有個似樣啲嘅反彈，有機會試一試0.58啦，破位嘅話咧，下一個阻力0.6，下邊支持位0.56同埋0.55。金價做一個圓底嘅形態，阻力咧響之前嘅歷史高位啦，4400蚊附近4381。如果破位嘅話咧，嗰個量度目標可以去到4900蚊。禮拜五收市嘅時候上翻嚟4200啊，而家支持位咧變咗睇4200同埋4000蚊。銀價行得比較快嘅呢一轉咧，就係領先過黃金嘅，升穿咗10月份嘅高位54.46，收市嘅時候有幾多56.37附近。咁個圓底咧叫做突破咗噶啦，量度目標啦可以睇到62蚊，支持位54。原油期貨繼續窄幅上落56蚊到62蚊，闊啲嘅範圍咧52蚊到66。天然氣期貨禮拜五係急升嘅，跟住咧而家阻力位睇4.9啦，破位嘅話，下個目標比較遠啦，可以上到去6蚊，支持位4.2。Bitcoin 上個禮拜嘗試反彈嘅，不過禮拜五都仲未收復到92,000蚊，穿少少又翻落去91,100附近收，支持位76,000蚊。如果能夠升穿翻92,000咧，會再試10萬蚊。以太幣都向上反彈嘅，收市企喺3000蚊嗰啲位度。如果再向上試高位嘅話咧，阻力位都係3400同埋3700，下邊支持位2600蚊同埋2250。我呢段片分享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